Hello， 好久不见，时间真快都过了3年。其实好几次想约你见面，只是像朋友聊聊天。你过得还好吗？身边的人还是那个他，他对你应该好过我吧，不然你不会选择分手吧。我们分手没有谁错谁对，也不是想要兴师问罪，但这几年想到还是会流泪。为何你会跟那个谁？当初我们为何说没就没？你也没承认是你劈腿，所以只是想知道事情原委，不要每次都已读不回。好久不见，没想到又过了1年，传了好几次想约你见面，你怎么像消失人间？你过得还好吗？每条讯息你都看了啊，也总该回我一次了吧？老实已读不会算什么啦。我们分手没有谁错谁对，也不是想要兴师问罪，但这几年想到还是会流泪。为何你会跟那个谁？当初我们为何说没就没？你也没承认是你劈腿，所以只是想知道事情原委，不要每次都已读不回。我们分手没有谁错谁对，也不是想要兴师问罪，但这几年想到还是会流泪。为何你会跟那个谁？当初我们为何说没就没？你也没承认是你劈腿，所以只是想知道事情原委，不要每次都已读不回。我们分手没有谁错谁对，也不是想要兴师问罪，但这几年想到还是会流泪。为何你会跟那个谁？当初我们为何说没就没？你也没承认是你劈腿，所以只是想知道事情原委，不要每次都已读不回。